劳动部对去年的12月27开始展开春安劳检，2月初5进前会来完成3350间工厂的检查。今仔伫中油的桃园厂就发现23个所在违法，嘛开出36万块的罚单。劳团是表示讲逐档拢至少会查出有一成的违法率，所以嘛呼吁劳动部应该辅导业者来减少违规。 伫大型机械边啊，看有啥物细甲差所在会影响到劳工的安全。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为去年11月27开始进行春安劳检，13伫北中南3个所在进行劳动检查，其中北部来到中油桃园炼油厂视察。劳动部表示，重工业伫年头进前拢会大翻修，这阵对劳工来讲嘛是上危险的。那其实大家刚才在过程中大概可以发现。 主要的缺失项目大概都是施工架里面的开口的缺失。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厂方这边事业单位能够尽早来改善。中油桃园厂落尾互劳动部发现23个所在违法，开罚36万。高达春安劳检伫石化产业嘛发现共同的问题。目前检查的结果大部分嘛是咧感电坠落这方面是比较多啦那我们也会持续来督导。 希望业者拢会使改善。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黄依林表示，肯定劳动部逐年拢会做春安劳检，不过逐年拢有至少1成的违法率，煞要好好想办法，伫问题发生之前就预防。 尤其是营造业，其实你只要检查，你就会发现有东西是做不好。那是不是我们要更加强什么样的辅导机制，然后让这些企业事实上在施行这些事情之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作业流程措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应该要去努力的目标。 13劳动部嘛伫台中理化风电相关厂商甲高雄兴达电厂劳检，分别违规31项甲19项，按算伫2月初5进前完成总共3350只抽查。记者林思小桂林腾报道。